美國太空總署阿提米斯2號正在進行任務，目前已經要進入關鍵的航程，就是在月球的後壁面來收集數據。4個太空人呢，甲地球、甲月球翕落來，甲相片傳回去到美國太空總署。也太空總署摕1970年甲即賣地球相片做比較，這引起討論。在美國太空總署甲一個加拿大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同齊6號座太空船執行攏總10天的細月球飛行計劃，也就是阿提米斯2號任務。這幾天因已經飛過地球甲月球的中間點，目前是離月球24萬公里遠的所在，準備往月球的腳正面過去，擱為太空艙內翕月球的初步影像，再擱傳回來 NASA。 Last night we did have our first view of the moon far side and it was just absolutely spectacular. But on this, because of this launch date, something that the scientists have added for us is we're going to see an eclipse of the sun behind the moon. 除了月球的影像，這4個太空人在離開地球的時陣，我有翕一張藍色海洋甲昏沉的地球全景。NASA 閣甲這張相片甲1972年阿波羅計劃所翕的地球相片對比，馬上超過3000萬人在看，也有62萬個讚。為了翕這個相片，6號座計劃專案經理講，因替這4個太空人配備的裝置，除了 iPhone， 還有專業級的所謂單眼相機，也甚至講因攏真夠翕。They're able not only the Nikon D5s and the Z9s that we have on board that we preloaded already, they were able to also take some iPhones as well. 因為這是咱54年後，閣再有太空人飛去月球，閣一定會飛離開地球40.2萬公里，已經超過進前1970年阿波羅13所創造的40萬公里紀錄，3月24點鐘的直播也真受各界注意。另外，阿提米斯計劃是 NASA 重回月球的關鍵載人任務，除了2號任務，2027年的3號任務會挑戰載人登月。阿提米斯2號任務的飛行主管講，這項任務顯示人類持續登陸月球的可能性，也希望50年後人類也會當佇月球定居甲工作。公視新聞新樂培編譯。